世界解釋中國功夫文化，又行咗一條新嘅道路。截拳道大懶堂今次喺呢度，淨係想你做翻一個似樣嘅中國人，可以學人，唔使下下抄人，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哋點做。試下又問下呢度，點解又有一班失敗嘅人唔支持自己人，成日走去扮其他人？有去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一個大中華，一個李小龍。冇一個中國人唔係佢覺得驕傲，西洋拳劍柔道詠春北派唐隊12路，各門各路各式各樣每一種招數，佢都用紙筆去記錄低，唔使做乜嘢門派嘅徒弟，以無法為有法，你自己就係最好嘅方法，要真正表達你本質至係最積極嘅武德。佢揀咗呢條路，佢又行出咗呢一步，創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。佢嘅主張做人要有自己嘅態度，唔可以墨守成規就原地踏步，成日企喺度，得個諗住唔走去做，又諗咗條歪路，想做就去做，但就最緊要行條正路，就如截拳道，連根插硬佢一定唔做。